后一个节目是迄个风中之鱼舞蹈咱即摆过来要来跳舞，因拄仔伫讲我先爱摆一寡道具，是毋是啦？这个布啊扎起来，无要紧，咱拢家咱前面跳舞爱先摆一些道具，再开始表演这咱慢慢看，看因到底要摆什么东西
谢谢我们的彭团长所领导的这个舞他们呢穿的衣服也非常讲究，这个我们再鼓励的拍手一下谢谢谢谢谢谢。